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听日本时代知识分子蔡惠如先生，伊伫咧家学内底所写汉诗，乐中感怀。伊哪会落乐，哪会掠去关？你诗句头一句，咱见面来甲听。讲十载飘零赴丁寒，只赞无价这时间。湘云馆内风霜苦，缘何灵异莫识缘？沧海zan景知世态，虚名浪得满人间。中原大地春依旧，绿水青山待我还。蔡惠如的落乐，正正就是因为伊含林献堂、含蔡培慧这种知识分子，因咧主张讲，日本政府恁着爱开放台湾人落去参加选参议员，因为公共事务原来着爱互阮参，唔好干那恁伫咧解决。结果日本人用一条治安警察法，讲因袂当安尼互相汇集结社，一个拢甲因掠去关、掠去判刑。蔡惠如要入乐进前，伫咧清水车头。无论老辈还是少年人，大家沿路来甲相送，实在看到伊真感慨。毋则伊伫诗句内底落乐的时阵，头一句伊就写讲：十载飘零赴丁寒。阮安尼南北二路咧走动，甚至去到东京，去到日本，所有这过去的付出赴丁寒，就是有讲拍无落，无法度想甲无好的计策，会当改变咱政治的环境。无价这时间，不过我唔惊，因为亲像青啊树，亲像竹啊，湘云馆内风霜苦，渡过寒冬，只要咱继续主张，无论石头，无论插头，有一天伊会当体会，会当感动着所有这茫茫世间每一个人就对啊。因为国生头拄我伫咧讲，真正要落乐，沿路真济这乡亲来甲相送，所以蔡惠如伊诗句讲我。虚名浪得满人间，无啦，无啥物功劳，人甲我学了，我原来歹势。毋过我无衰微淡志，因为中原大地春依旧，绿水青山待我还。有一天我呐重新恢复自由的时阵，我会为着台湾，为着咱所爱这个土地，搁再奋发，搁再继续来拍拼啦。